行到哪里安怎行了才所以咯。哦，因为以前讲阮祖先是为南投平时无干八祥瑞岩部落来的，阮囡仔就会为遮行，开始行到古力斯卡布，就是阮宜兰遐的思源垭口，然后一直行到大坝尖山。爸爸我教，然后阮行落来，就行到咱湿地了，就这就是阮的部落个啦拜，啊，这拢是阮囡仔会行过的路。这是有一点仔是行迄祖先行过的路的。哦，因为这就是阮祖先为南投安尼来，一直来阮的部落，阮就是安尼来的，所以阮爱去用脚去行过阮祖先行过的路。啊，即摆咱就来看阮囡仔安怎行。哇！啊，这个路你看。嘿，这是个还有路哦，有的是无路，要用爬。安尼行了，阮就去阮囡仔就爱家己排足重的物件，排有当时有5公斤、10公斤啊，排啊3工2暝，拢住伫山顶。阮会用迄芒草铺伫迄涂骹，啊困伫遐。啊暗时啊有足侪声陪你，啥声？嘎！对啊，三枪那叫。伊会讲错，嘿，是嘎，你个三枪会讲错咧，真的我无甲你